拍破按算好势的生活步调，工丁秋。人讲千算万算，达到天一画，真正规工好好无错。今年的寒假刚开始就过年，安尼过年煞也有真长的假期通休，会使温馨佚佗度假一下。现在一个中国武汉肺炎，煞拍破一个人的生活步调，真正是人熬上惊天做对头。过年前，中国爆发武汉肺炎，话甲通世界拢有。咱台湾阁是伫中国的门喙，逐日往来的人遐尼济，哪有可能无受影响？逐工听到染病甲死亡的人数，互人心惊胆吓。规个年节过甲无味无素。自顶摆台南地动威冠大楼倒去，死真侪人，阁有花莲大地动伤亡嘛真严重。到即摆中国武汉肺炎阁较使人惊吓。即几个事件拢拄好伫过年，互年节气氛变甲真歹。逐个人拢过了无真欢喜，是讲过年前就甲要去垦丁佚佗度假的房间订好势啊，无来去嘛袂煞日，时间定伫新正的初六、初七、初八3天，甲牵手2个车驶马沿路佚佗，沿路向南台湾出发。规路人无济，车嘛无济，这敢是中国武汉肺炎的关系？互阮算着不利轻松。即回的假期，除了度假佚佗以外，想要甲台湾几个也无行过的路段，甲毋捌去过的所在行一撮。第一，就是台61号线通车了后的南部段；第二，就是南回公路的草埔磅空；第三，就是屏东县的来义甲春日这2个乡。最后，因为都合相的关系，南回公路的草埔磅空去无成，等到留甲后摆。才过拜访。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，还阁直直升悬，逐工所报的病例甲死亡人数，迄种增加的速度，互人料想袂到，看袂出有降温的现象。咱政府当然会紧张，惊疫情防治的风线若来破空。代志就真歹收煞，不得已，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寒假延长2礼拜，暑假缩短2礼拜。安尼，煞互咱原始计划好势的生活步调，一日拢乱去。假期雄雄加出2礼拜，要安排佚佗度假。阁毋敢去人济的所在，若是要规工营营无代志，关伫厝内，恐惊会关甲生杀母，真正害大。我看着经过计划一个工课来做，才是头路。